听众，搁再欢迎人都对来收听，变得福建的鬼故事。这个礼拜，鬼的故事会介绍我哋特別嘉賓。特別嘉賓就是個好 YouTube 嗰個面，誒，然後阿三laksa歡迎，嗨，個有半鹹甜，個有阿涵，我是愛困鬼，個有咖喱。Gilly story，不記嘅你，個有鳥狗，哇頭擺講掉嘅名，鳥狗，鳥狗，你未聽到？我講掉時未聽到啊 OK， 聽到啊，開始。個有英國，唔是韓國中。好掉咯，葡萄鏡， Hello，大家好。個有 Clubhouse 入邊揾住人 ，Clubhouse 入邊藍晒。大家好，個有半冇半唔知咋，小寶。來食米，食鬼，個有白青， Hello， boys 別使講， Hello，蘑蘑菇 Hello， ，say 下呢，大家好。個阿蕉。即係呢排咧，等陣就啊，蘑菇講嘅有冇係咪走去群啊？蘑菇，嚟你係鬼故事。 OK，今次講嘅呢，I think 會教你 cover 幾集啦。OK， OK，這個教了本事 happen to before 七月半鐘。唔過這幫真係 online 買物件。แล้ว我本對掉去買物件，แล้ว我買這幫客氣卡淡薄，就是我去買香。這是講，我本 feel funny 話，按照我一擺會去買。你行聽冇就衝動要去買香嚇，แล้ว嚇掉買香，แล้วก็你知咯。即是本身大擺係你發得用嘅啊，係你一個攞咧有混嘅，係你叫咩係咪臭咧嚇 ？For cleansing 嘅規間厝。啥咁嘢呢？你好。啊呀！但係就係 stage，係咪臭？我係咪臭啊？別記啊啦。แล้ว買1 kilo 對嚟，แล้ว我對人混咯，人混我要混。哦，你講 sage 是叫咩香草唔係咩？唔是香草，是草咩？伊 sage 啦，sage 係 cleansing 人嘅嚟 cleanse 少啊，是嘅嚟 cleanse space。 Malaysia mana sage, we could try sage from Malaysia. maybe import 咧。人別咯，import 咧 Oh, yeah, Malaysia version. 啊，人別，嚇 Malaysia 叫做 sage。啥嘅啊？whatever 啦，咪錯，誒，continue 古嘢告訴。人混我冇混咯，混好了，到第二節，แล้ว到好一咩了，我有一包嘅一盒嘅師傅寄過來，所以我嘅厝我咪得這邊都冇夠地，所以幾盒嘅 icebox 點啲外口嘅，就係單 ICI 對嚟放工對嚟啊，10點幾11點幾嘅放工，然後我愛個更即個 box 對厝咯。OK，แล้ว對嚟了，แล้วหมกเกิง對嚟，แล้ว
11點幾啊，佢條路是無人了。然後我對面我就行出去外口先，等伊 get ready， 愛跟佢哋駁架啦去車啦。然後我媽得到啲 window 位，伊講叫我名啦嚇，伊講毛毛菇，無安尼衰啦，毛毛菇，咪亂啦！伊講，等陣，毛毛菇，一時叫做炸還是雞？炸啩？喂，人講句故事啦，係驚啦，唔你講啦。嚟，伊講對面，gate 位，就只暗了，講對面有一群人 squat 喺嗰邊，哭掉，แล้ว我都看唔到嘛咧，伊講你咪開 gate 咪開，我講OK，แล้วมี嘅我搬入車แล้ว reverse แล้ว ICI 冇剎車啦，冇 reverse 車แล้ว，我就問講ICI 都看到後邊有人哦，伊講冇人啊，伊講咪得是所講話啦，你冇多車啦。冇，伊到 window 會看到。แล้ว伊 reverse 好了 reverse 好了 on the passenger seat 呢邊咪冇向掉我對面處咯。แล้ว伊 suddenly 伊甲我講，我看到了立油，伊一頭立油，แล้ว我攰了我冇問伊講。你係看到，好像看到了。哈，แล้ว一擺伊唔是 squat 啲頭殼，伊 squat 啲，伊成隻我你看到，好大隻，伊徛啲人嘅 gate 位頭頂位啦。鳥啊，只隻鳥啊！冇只大隻嘅人嚟，看得出是一個人 squat 喺頭頂位，嘅佢嘟佢哋body 邊。OK 啦，佢啦，ICI 看到啦。ICI 看到了誒，嚇，แล้ว呢度立車要走啦咯，แล้ว OK， 等我諗冇咪講嘢咯，講佢將近7月半啦嘛啦，7月7啦，可能嘛，OK，แล้ว咪講啦，แล้ว第3日幾日呢？我對面厝嘅隔壁，伊是按怎講？伊驚，伊大驚，伊厝生日大包嘅嚇，生日大包爸，跟我嚟驚。伊風險，伊嘅大驚吼，起消防哦。伊一落來是好好無物件，只是八一做工做到禮拜日嘅啦，是那乖嘅囡仔嚟啦，30幾歲嘅人，แล้ว伊風險走出來。人車啲邊幾天幾地咩人會司機規幾路走almost 1 hour 㗎啦，人唔敢出來啦，規個自然㗎啦唔敢出來啊，你冇㗎啦冇人出來啊，你一行人徛喺我禮拜尾頭整位，我咪哋講啊嚇，伊 play on 我人嘅厝喎，伊驚啊！break， 攞嚟手合起來，攞隻手合起來，แล้ว啲邊擺啦，你話冇得到斜講，你講死咯，咁了嘅厝都有擺提供，但是講擺外提供，自己厝冇不提供擺，所以說都擺外提供，แล้ว就是誒講小氣，แล้ว嘅一起拍人。OK， 拍人啊！แล้ว伊拍人แล้ว伊號馬達人叫 police 來啦，掠掉伊去，แล้ว掠掉伊去แล้ว攰啊，甲腦子，我 feel 可憐甲伊啦，แล้ว嗰陣時就是到應該是 almost 冇地家嘅日，就是我係 big day 啦，แล้ว我冇 check 地極可以啦，我佢話想你譬如我只要講話面都白嘢哦，冇，伊就是出摩托就是風走而家嘅做工咧。特別你大邊嘅咧，估都唔捌看過伊去消防嘅咧，嗱。唔捌 first time。OK， 我唔知有 related 掉無啦嚇。OK， 接落嚟個種更加好聊啦。我就叫 ICI 也激過去，然後伊就笑咯，伊就講我唔是今日，我唔是生日，唔是我嘅生日，所以我咪接你激有講頭。嚇，你笑啫，伊就 upset 喎，喺你激伊食哦，也佢食哦。伊家己講自言自語啊，家己講家己笑，然後我就叫 ICI 講，你順便解下電話會使哦。然後 ICI 冇只大打解下電話咯，然後解好笑咧，一號，後來伊老我人就出去啊咯，咧伊就走過來我媽的厝頭前位啦，伊也伊電話放佇我嘅頭頂位，
都 funny thing 啦，唔係講啦，冇關係到幾嘢數了。OK，แล้วคือ same day，我冇卡電話嘢咯。Actually，我是愛 help 伊呢，我係是每講看有食有無啦，個是係物件嚟看呢啦。แล้ว講每 OK，scientifically 咧，我都每個了啦。แล้ว我所順便所每咪係啲較易嘅物件啦。OK，所以咱講即易嘅物，伊講伊感覺就講伊特咩。有做有領，就一點到一點嘅事，伊 feel 到啱嘅物件，แล้ว所以逼伊袂困，แล้ว規間厝真係濟物件，我講係咩物件？伊講伊唔知，真係 object block 掉伊講，แล้ว我問佢講，then 都是擺咩人講嘅，你莫講就 very common 嘅啦，特別伊講伊捌啲討過一個，伊家古仔 girlfriend 有一個上。撥嘅牌，即是講泰國牌啦，有 rainbow 嘅。然後伊講特別伊送掉去了，伊買嚟冇用得。特別伊 in the phone 啊，伊甲我講話真係正常嘅啦，冇嚇真正常嘅啦。然後講講我 OK 咯，我即係接過了冇數。但伊甲我講筆，伊嘅一個筆啊，伊講伊去one of the mall。啲圖書館嘅，伊個在去買嘅一個elephant 嘅上撥牌。哦，แล้ว我問佢講，哦，原來是安尼款啊，哦 ，OK。แล้วรู้ตรงนี้ปังตลอด伊講伊不ปัง啲細啲暗公多位牌，嚇？我講恁有開點未？即是有開光未？有去 blessing 過無啦？無啊，俾啊一頭嚟拜。哦，最近啊啦。最近啊 ，almost one year 啦 ，almost one year 啦。แล้ว我講，哇，笑了啦，安看都是大數了，佢咱們使講，你呀，我靠，安看你物件咧，你過去 pray for 伊，有即有向會互伊，都是較好咧。你特別冇 bless 佢，嘅就危險啦，是垃圾嘅物件掉佢。correct，掉一對掉，一下就十部 taxi，你看就接對掉，看借掉伊嘅。都可以爆啦，講下啊，對，都係 authority 咯，哈，你看，你依幾間厝吼是無開庭啊，無開門啊，感覺暗嘅啦。แล้ว我都 call 伊 2 days 咯，攞日我 continue call 伊哋嘛叫伊食藥，แล้ว佢講，แล้ว我可以 tips 所佢講，即係物件你會使少少掉啦 ，whatever 啦。是較無好咯，無正常咯。我講你拜到對你做先，假如係精神都好了啦，出嚟㗎啦，都就明白啦嘛。แล้ว我等有 call 伊for 食藥啦，แล้ว有解講話 ，OK。So after few days，伊有陣時迄陣時就到7月半過了，伊就正常去啊，伊真係是要好，伊 back to work 的，伊去做工都對呀了。แล้ว所以是暫未做工去哦。啊，伊未做工去，伊有陣時未做工去，แล้วก็ว่ากับอีกองห้ามีเกี่ยวแล้วจุดโหแล้วแล้วอีฟาเดอร์ปุ่นสิ有去拖只這แต่ลิส本胡桃來念伊厝個了ใช่哦 so 伊咖喱嘅哦咖喱嘅哈咖喱什麼咖喱嘅胡桃咖喱有幫買吉豆我梗係自買啲咩南西都可以啦，你冇理咯，係啦，應該咩嘢？OK，แล้วกินแล้วกุยฮาล่ะดูสวยให้ลังโฟกัสเอาไหมกันแล้วก็ back to normal แล้วก็ว่าสิ I think it's a revenge 咯，即係報仇好話啫。林北前面20年唔捌拄過咁嘅事。That is my first time。就是 last week，我去7月半都未過過，7月半才過2日，即是講啊個28、27咁嘅事。我就甲 ICI 講，我愛去食飯，我愛去食地方食飯，真係人甲我講嘅，我愛去 try。แล้ว我冇去 try 咯，換下飯嚟 ，OK，係你唔是換下褲嚟，真好食換下飯 ，OK，然後我食因咗咯。Island 係白海餅，冇白海餅，白海餅啊，菜票位，然後冇去食咯，食，然後有陣時真好食，伊間咖喱糊，假如講好食，假如驚人啊，OK，拍廣告啫。伊間咖喱啥物啊？
托實，大媽係fish hole 啦，大媽別使講 catfish hole，แล้วนะเหนียวหูแล้วเจ๊แล้วหมดโอเค咯，แล้วหมด relax 咯，แล้วอะไรICI หมดก็อีกทีเสียชิวแล้ว suddenly อันที่ว่า應該是冇嗰隻棍啊 ，OK， 伊 A 過我撥入頭呢，แล้ว我借掉，你一行過來，伊講 you dari mana？แล้ว我講我就講伊是 customer，OK， แล้ว我冇計講我到啦，達到，哦，到所開人好理由都唔使我借電話得來，แล้ว我冇叫佢講咱一個咱馬來西亞 PM 嘅 Prime Minister 伊奶奶會出啦，啲我迄邊呢嘛，冇可能都唔捌嘛，แล้ว伊紅險講。伊是梅魯多咯，係啊，是魯多就會來嘅。係呢度梅話多落嚟，你伊後尾一句話，三句 ，OK， 三句啊 ，You berani，You berani，伊超啊，自把都真係上邊幹咯，伊也伊超嚟壓我阿毛官啊，จะแกะรู้อ่ะ隻腳我行音毛管長，我手嘅手，我對伊嘅聲from where 我嘅手指頭穿出去，撲到伊咧伊就話你嚇咧嚟走過嚟，แล้ว妹要什麼？小妹伊講使啊，你唔知噏咩鬼咗？你伊老伯過嚟，伊甲我講係咩 ？Sorry。He got mental issue. 哦，哇老喂，你伊講我係咩啊？伊去跟小人伊度講，家己老爸講係咩啦？伊做咩事用伊把手偷看我？哦，恁爸切咩？恁爸乜嚟就講我係愛波到落轉啊！對啊，伊講我學伊真正無好嘅你愛惜可以。所以上都冇所以我拎緊啦多隻講我，was it 我揾嘅 bad luck 會拄到，你看到物件咩？一隻嘅哇，好哇！你講都冇破嗎？但我because one thing why headache area 是計了satu color。Okay, so even though I make a police report, so 半是白。So the only thing 我 walk out，我起行是咩咯？迄邊嘅 customer almost full house 啊。แล้ว waiter 冇企喺邊，tengok wayang saja lah。Okay，แล้ว我出來啦，我跟伊 boss 講啦，แล้ว伊 boss 講 ，OK saya nak cari dia。แต่ว่าผมบุกชับว่าเราว่าแกเจ้าว่าเรา because น้ำมูไม่ช่วยส่วนในเจ้า that is not my area so it's out of 99% ก็แล้วสิsatu color ละแล้วกันแต่ว่าเนี่ยละกับว่า ICI คนนี้หรอ so ว่าคำแบบเดียวกันว่าไม่ปัดตู้กวยในควันincident นะเจสิกองขอmental issue friend like attack ว่าละ so สิ่งที่ว่าโจเก็บกวยเท้า佢喺我對邊嘅朋友，然後我去問佢那裡師傅啦，然後伊人講 yes， yeah，so hopefully next time 我別拄到一項物件咯。喂，告訴講了，感謝。好聽。伊一個路係是伊講話那話是蝦米意思？伊我比較聽。哦，伊講伊問我講路大單。大你看呢？小唔係小。大家私嚟嘅呢啦，都嚟。就是安尼。因為有可能是，你聽起來是講你無接面咯，告訴可能是無關係，告訴本來，because 即告訴就有可能本來特別，你去問伊人嘅樣是講有樣是就報仇可能。但係我看到我只攞掉很久，我個叫我紅夾嘅一條。我看到直切，直加，應該。即個了。感謝大家。阿妹哥，你鳥曬，阿妹鳥狗。
個冇緊係個你講先，個你講就係爹爹嘛。哦，我講先啊。OK， 我人最近我人有去 camping 啦 ，camping 叫咩啊 ？camping 啊。去搭咩？就班。camping。冇計。啲雲頂特別是騎嘟嘟啦，騎嘟嘟嘅雲頂啦。所以我有朋友，一個翁甲一個某，伊人莫甲人做一個 camping， 所以伊人講 OK， 我人去 hotel 徛啦。所以伊佇 hotel 徛 ，and then 迄個是一道。然後我人咧，第二道去 camping 咧，本是去騎嘟嘟去 camping，and then 我人叫伊這個老翁某講，你人閣再來啦，甲人做者去騎嘟嘟迄道去做者行啦。and then 翁講我莫去咯，騎嘟嘟我莫去哦。我講做咩？你唔是真正喜歡迄個 hotel 咩？迄個 hotel 真水嗎？個偏and then 個水個大間，落房間。房間個大地。我咪，so 講，我莫去啊！做咩莫去？然後伊講，我讀伊個人嘅 review 哦。人講吼，迄個hotel吼有貴 ，and then 吼，安怎伊人知有貴咧 ？Because 暗暝半三更暝咧，聽到人若愈刷家私啊，furniture， 刷 furniture，and then 個若愈伊像個白骨哩嘅聲啊，滴安講啊 ，and then。然後我講，特別你去迄兜徛3-4道了喎，你即久才知呢？then 伊講，你知我安怎知哦？我逐擺去迄兜徛，我本聽到人若咧搬家私，我本逐道人咧聽到人若咧伊個目睭哩。所以是唔知講這是鬼嘅關係，甲鬼嘅是逐擺聽到了，好像讀到人講嘅是伊家己驚去啊。呀，伊想講這個是正常嘅學得哦，我三更暝我若咧搬家私，若咧伊目睭哩，伊想講是是迄個囡仔，若咧搬三更，若咧伊目睭哩，本地是唔是嘅喎，是鬼來喎。所以所以伊講這個我莫去。然後講迄個騎嘟嘟安尼做hotel，你從來莫去騎別個hotel啦。伊講買，這個hotel我第一次甲伊真正你會記我講迄香港嘅，對，是迄個咯。哦，哦，係一群人啊，上講到底。聽咯，大擺唔知。有伊喎，然後這個吼，伊第二波了，你知哦？伊第二波無聽到喎。伊 remember last time 第一波嘛？伊只看講伊電視機嘅吉他什麼嘢？家己開。呀，所以第一波本聽無到。你啊，你咧？你捌聽過哦？你捌去邊度啊？我人去 camping。人 camping，人無大hotel。然我叫伊人有人安尼看，你來教我人做一個 camping 啊。哎呦，camping 佫較驚。camping 佫較驚。哦，哇！特別好咯，會記講有一道嘅是，伊是這是青枝，還是英國中甲人講伊青枝嘅房間，伊大啲一個，唔係講大陸啦嚇，因大啲迄個位啊，然後伊每次聽到人搬每次聽到人搬家私嘅聲。對啊。OK， 來嚇，然後你看你唔家去啦，一間本是只搞拄着本可以。
呀，聽到無驚鬼嘛？唔是咩？講唔是咪 scientist 係咪來？唔是咪engineer 咪啊？伊是 scientist 特別哦，伊是蝦米喎？伊聽到安尼講，伊袂 explain 伊袂 explain，咧伊就真驚咯。鳥狗咧，鳥狗鳥狗咧鬼告訴，聽到你講咪都嚟講嘛？ OK，嚇，大家好。好，嚟講啫。我 I think previous episode 我講過啦，我嘅 parents 係處理到咁老啊，啲變隻垃圾。哦，我本學幾隻，然後看過我 zoo 係咪？個頭整係咪？我 zoo 係邊嘅，所以我冇準備啦，即係咪叫了？所以關係了 after that 嘅幾年可能係early 20s 啦，大嘛。所以我係知嘅了，我結婚時married 了啦，所以啦咪對硬咯，所以全我一人咯，個我 parents。Then after that 冇咗久，我就真正亂，我心亂。所以我教我 parents 講我係搬出去。你幾歲嘅？當然係十歲。應該是23歲。OK， 嚇。所以搬去蘇邦，加睡房間啦，我朋友嘅了睡一間apartment 喺邊咯。So and then 冇咗久 ，then 我 auntie 我就 close 我 mother and sister 就 close。伊 call 我講，伊講哎呦，你厝誒真正亂緊，你 parents 係 divorce。咁數咧，誒老咧係 divorce 啊。佢入日本時50幾歲係 divorce 啊，你媽都走去新加坡去找我 auntie 大個 auntie。這是你姨啊？你買 sister？我姨甲我講。所以我本奇怪啊，我唔算嗰件代志。你冇聽啊？你冇聽 directly from 你爸母，你就到你以為聽對哪嚟講養家咯？冇我 parents 咧，伊樣唔是講真正 open 個我人嘅啦 ，children 嘅了嗬。So 我 mother 係走去邊啊嘛，我 auntie on and off 要 update 我講係咪代志 ，whatever happen 啊，要 update 我講係咪嘅了。So but that time 我到我考了啊 I also physically 冇到去邊啊，所以我唔知啦。So 我 really cannot see the reality。So 變了，我 father 冇變咯嘛，我去新加坡去叫我 mother persuade 伊轉來咯，persuade 轉來。So the thing is short ultimately 咧 they suspect the house 有垃圾物件。So 聽講我 auntie 講嘅是，就是有嘅款物件咧，伊做類厝啊，真正亂。人無好嚇。真正亂嘅 ，because 我 mother accuse 我 father 咧有 affair กับ我 sister 嘅 mate，我 sister 嘅mate 久久一擺會回來洗厝咁嘅了。So I don't believe that 啦 ，I don't believe that 我 mother。以前做差互你嘛亂燒物件那款。對。So 我 father 咪去新加坡去叫我 mother 轉來咯。So mother OK 啦 ，after that 你儂白白轉來咯。轉來了我識大個考過I stay in Subang and then 我 auntie 講something not right 啊。OK， 呢個叫是嚟請是嚟 medium 是叫咩啊？福建話。這是鄧人嘅事係咪？是鄧人嘅。哦，是蘇湖。鄧人嘅。嚇？蘇湖啊？係 medium actually 是成日講，你解鬼講事。西講做事人嘅啦。西講做事。係啦。先生啊。西講。Sorry。medium 是看房嘅。係啦。anyway 聽我講事講，伊個死嘅人也是鬼嘅講話啦。唔得。OK。林晒啦是叫做。我啱啲講。了，我去請隻林晒嚟啦。所以人嘛請嚟咯。
但伊人我啲 call 啊講，你唔通對厝就啲啊，通對厝個人講佢請即個西貢來厝，看看，你唔通對厝啊？如果伊人知嘅話，佢 family 佢都知嘅。我是有得愛嘛，OK， 先生嘛是哦。出來你揀人無啦，揀你有呢啦。咪個了 OK。Then 佢請到我安迪講講是即叫教我呢咯 ，because 我本是從我爸母呢啦 ，at time 啦 ，you know at home 我是住外口嘛。Then 即個西貢來，我according to 我阿弟啦，講伊教嘅時咧落車咧，伊撳一支，伊手撳一支 whisky， 咁啊，就飲酒醉，咁啊，所以伊嘛接來厝咯。Then 我 parents 喺邊，所以嘛做針咯，去開下咧，係咪 cabinet 係咪嘅了啊？伊做伊focus 啊 whatever 啦嚇。So OK 搞掂了 OK 嘛對咯，嘛考慮咯對了 after that OK then 我都冇多處嘅嗰時 then the next morning in good terms 啦 so 伊嘛困去 another room 啦 so that night itself 伊嘛困了 the next morning 伊起來伊會嘴歪去就 so 嘴歪去你爸是乜嘛？伊嘛講我反對我爸伊嘴歪去歪個我比較 describe 啦嚇。呀，嗰陣時成個掉 stroke 喎。冇 stroke 啦，唔是啦。所以伊嘛就請驚咯，伊嘛搞互我安弟聽咯，講伊我嘴講驚，反做好，我安弟又感覺 something not right already 啦。so after few days 伊嘛叫顧一個西貢來咯，這個是一老查某。一老查某 from Salak South，OK， 這個老查某伊人請伊起來 as soon as possible 啦。等到個厝嘅時咧，伊接大門嘅時，伊看到了，你看到咧，冇，伊看到你暗光讀咧，你嘅 position 冇啱了嘅 ，OK， so 伊誒番 comment 啦，伊講等 after that 伊嘛。數啦，一邊嘅嚇，一邊吹看個了。Then that time 我本I 對厝了嘅 ，I feel like want to go back home already, go back home and stay already, you know. But that was that moment 我 and 可能 urge 啦 ，but OK 可以搞掂啊先。我比如說 auntie 叫我買對厝先，then 即係老查某咧，伊西貢咧，伊 check， 伊講你間厝咧有一個 couple， 一個查某是 the one I saw one 啦，you know，個我房間嘅嚇。哦，聽到講嘅，到底你房間看到嘅？係查某咧 is she siding in my room. Okay. Well, because my room the other room is attached bathroom. 伊講你逃避去 bathroom 裏邊 all this while. Okay. However, 伊 check 完出，伊講你下底啊，你 ground floor 嚇。Because 我樓梯下底是 store room 嘛，是咯。So 伊講有一個打波。逃避去裏邊，所以講這個couple 咧，就是你冇請出去咧，伊做類厝做到真正亂咧。所以我相信呢隻物件嘅咧。So 即係你老查某講嘅啦，即
但係你投資嘅投資嘅迄個師傅嘛是巴黎亞無，伊想做咧，伊無看到你看到物件吼。是啦，亂嚟嘅，哎呦，貪錢呢，貪錢呢，所以嘛，我啲嘛對老雜某行，伊去到咯嘛行去咯。Then after that，即老雜某嘛，伊嘛請嘅人，我甲人講，你咪大一邊啦，喏，我講緊帶落人去，because nearby有一個講啊，成個 monsoon drain 款嘅。所以伊講我去互你 offering 啦，我燒一個物件，個咧互你人啦嚇，你諾叫move on 啦嚇 ，don't stay here anymore。伊人對，有對，我講緊話 auntie 人有對 ，because the 西講解講伊人有大邊啊，對了，所以伊嘛燒咯，做伊 ritual 咯，燒 ，after that 伊老雜某甲我講，哎呦，即個講金啊，咱大，看神家嘅timing啊，真濟啊 ，spirits 個了大 ，surrounding 個了啊 ，waiting 啊 for the offering，you know，but she I think she's quite powerful 啦 ，she manage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所以別個人敲啦，燒學伊就是學伊。別個人敲，對，so 燒好了 ，after that why parents why 爸母嘛 they got back together in good terms and then 我 automatically 我走對嘅厝大了對水班我 automatically 我唔知咩事啊清呀你講成日講清了我就家己換車對厝 OK 搬物件落入去 OK then 嗰間厝peaceful 咯 after that 咯哇so 哇厲害哦這裡講一個接過定制季節嘅迄個查某伊房間嘅啲查某是關係了個下一道起都無事啊出來無事了南西 then 南西嗰個調啊，是南西走去困了。怎麼覺得南西邊個出聲，特別冇講話？哦，南西，我就嚟告訴你講。哈，都是句，加工啊。OK， 來加工來。這裡 happen barunya recently last week。我咪是去這裡 retreat 咯，我是去這裡 retreat， 去這裡我去這裡這裡 feast day， OK？แล้ว before that 有真係幾人坐 bus 來，或者車來 from 北位啦。แล้ว是伊人嗰邊嘅位冇夠伊大人可以大，佢 sister 所以大去巴黎 hotel 啦。所以這裡老嘅 couple 啊，伊人大過一間 hotel。咁半暝嘅時，伊嘅某都問伊嘅啱，安尼啱了，如果巴肚枵啊，伊啱講無啊，你講你係咪事你去行滾水？都伊啱講，哎呀，唔知是唔是困一下面掟掉，所以伊嘛是冚起咯。呢啲電嚟嘅多，電嚟大哥嚇。電嚟大哥嚇。所以伊嘛是去冚起咯，冚了。問一句，多細行滾水。แล้วอีตัวก็อันนี้奇怪ตอนจำไม่ว่าคุณไว้ชุดแต่เดี๋ยวอีอ่ะ so อีหอมอีตัวคิดคิ้วอะไรปลักชุดไหลไม่ได้หรอมาบีบ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คิ้วชุดไหลแล้วสิไอ้สีตันไว้เกาหลวนเยอะแล้วอีคิ้วชุดไหลแล้วสิ wait let me finish first okay แล้วอีคิ้วชุดไหลแล้วสิอันนี้กู追個喎，安怎啊？無插頭咧，安怎滾？冇插頭你個滾都滯哦！你攞硬波啊，掉車嘅拋出去，邊一板鏡度卡花都係妹，好滯哦！卡花都係妹，你喺度卡花
講我兩個我諗當天我諗俾嚟睇。OK， 房間。然後 father 講，你別教我困，你告訴我single room single bed 呢？你解father 困你夾波？夾波俾佢困 father 房間 ，father 講別我有 single bed 呢，伊講按照困啊，伊講呀 ，father 講要緊，伊講我諗唔夾對去入邊，你 hotel 係佢 desk 會計講別去。我房間，你房間，你講 hotel full 了，都冇攤換咯。了，father 講 ，OK， 講安尼款不要緊，father 如教我人來我人房間困，所以叫。了，冇法計啦。嚇，一對人去。OK。嗰樣起啦，有 holy water sprinkle 了。所以學發得佢哋面層，伊人攞紅包，佢哋面層困啦。The next day 是，你冇數喎，你冇數喎，冇數了。Hello， 我有電我啫。So 有時 the next day 是。breakfast 時哦，伊人嘛是大啲黑餅，而家未食了嘛。แล้ว人問講你better 食 breakfast，because 個乜嘢啊？我諗要去 procession， 伊講未食，我諗真係驚。但問下面數就講故事咯，講一個故事來聽咯。講故事來聽了，了時因問發到啦，你困黑餅時有第個蛋，你講冇蛋就係。แล้ว我諗問下咧，佢咩路對佢個就困啊，是唔是發咗個卡落？佢啦背浪嚇。了時伊講無我諗俾佢看，有 spare room 我諗俾走去把你房間度啊。你插頭夾起來個會搬出來，咪是真係幾哩都在喲。แล้ว你看阿威冇數啦，讓他話房間嘅咧。唔知咯，你當時我諗就對啊嘛。哦，誒真係南西咪直直開喎。啊？南西咪直直開。咩叫直直開？南西咪咯，南西路。講話啦，你別講話嘛？嚇？我講話啦，聽到。嚇？當然會啊，但媽冇啊，但媽我看到你有你特別冇聽到聲喎。對啊，我講就冇嘅，哎呀，直直叉亂。呀！來講，同你講。特別阿姐講咧未？就講咧你。講咧。嘅啦，走路嚟講，因為迄日我早頂個月時，你7月半時，我係房間嘛，無啦，另外一個房間，誒，拎去歹去了，然後嘛走去。我特登治掉去房間咯，人在後面。插亂嘅物件啦嚇，有物件插亂嘅房間。然後走去邊困。誒，當佢我去幫着你講，特別我係聽到你講下。我走去邊困，然後搞困咧個第幾暝啊？差唔多一禮，因為啲上冷氣吼，我俾咧愛2禮拜才來嘛。然後我走去，我唔知最早，因為有陣時我較暗困咧，後面我走去買啲咩困咧，因為冷氣入面嘛，แล้ว我困了一半吼，迄時媽在冷氣愛來啊，我困咗1禮拜計了。我迄時吼，我就半暝，我醒嘅時候是開目睭吼，我看到一個人徛喺我邊啊，就，然後我頭一個無奇怪性，我看到了，我看到一個人，伊是黑影嘅，咧伊記掉迄個耳根，安尼看，因為迄間有耳根嘛，咧我想講，我係紅個啥樣咯，咧我比我無奇怪啦，我敢若看到，我看迄個耳根，誒，無電咯，安尼看。喐，你人有聽看 background 有一個 eerie 嘅聲。我是聽唔啦，嚇？係你是阿 John 放嘅 background sound 嚟啦。
哦，佢有啲。我頭前無講垃圾講安咪啦，無講伊個真咪有人啊是咪啦。我頭前就是我看，因為伊記得喺咧講，因為暗迄時暗特別個有淡薄外口嘅火會看到照起來，伊記喺咧講咧，我看講咧，做咩即係講乜無電器？我想講迄暗嗰時係咪講？無我唔是啦，你話就係無電了，特別我冇去想這些，我看把就困了，因為無電了嘛，無電了，我唔較緊困，一定熱了嘛。然後我本未困，弟弟攞來去，我攞到4點，迄根本我冇去想，這個人是喊命。剛才講伊記者會講，甲我講無電，安尼款樣嘅，過後我差唔多4。我看被困，為啊！我看咧手錶，無我看我嘅電話，起來看我電話，本是4點幾。然後我阿格啦，應該是差唔多4點啦，所以8點鐘我等啊，阿格我無咪困咗啦，阿格5點啊，你看就電來了，แล้ว跟住我係甲上去咯，跟住我早起上去講到底怎麼看係咪來？特別伊好心啦，伊真好啦，伊就無電，伊就教，伊想講互我叫我車，互我再講無電了。哦，伊只鬼係咪等陣咯？你冇講做牛啊？所以愛互伊 compliment 啦。哦，你感謝伊，即係未必都是你管家嚟。對。所以特別講出來，但平時我唔講嘛，就係你冇 feel 嚟啦，係你冇成日講。我我是冇 feel，我冇成日攞人講看到真正驚啊！成日我就知我哋反正，我就知我哋反正，我較自私。特別你出嚟往時有感覺到看到你冇插嘅啦，你冇成日講，哎呦，是因為 try to 咩？我冇咪插嘅，我冇咪插。想起之後我看到你看到，你我頭一個唔是想到講伊，我是講有一人記起嚟講，你我去看起嚟講，冇電咯，我看紅。冇電咯，แล้ว外口嘅咧本灰上嗰時，暗淡薄了。แล้ว跟住我呢，因為我係這樣大，我係呢非常大阿妹面間嘅嘛。然後我 message，跟住看到人就叫 message，成4點咯，成4點我有 message，西冷邊啊冇電啊咁樣啲面間講啲 chat group 入邊講嘛。แล้ว我就再講4點咯，因為我4點8嚟字，我看時正是4點8嚟字。特別我唔是 on the spot 看咯，我是被困。一站了，我過來看我事情，我死本咪看，我咪去頂到我身軀，因為我驚定無電來死到我只撞啊！我咪頂到我身軀，所以然後呢，這是我 on and off 會拄到人家啦。會拄到人家。你覺得好，覺得我就是呢，我問你話。你看嗱，你奇怪，這間係咩來係咪？安尼講。我係吊車鏡冇插，是人是鬼，我唔是吊車鏡，就咁人講。爆會是粒星是唔是？我就說哈，咩物件？我就是要去 check 就跟人插來，係咪來？是咪是死？我是電話 panic button。但係你 panic button 啊？如果 panic button 呢？你係諗咩啊？都 panic button 呢？你細講嘅來啦，你定啊？細講未來，媽打。特別可能情形咧，家姐是戰你人嚟。係啦。呢種情形好，都家姐是被都不奇怪，都被垃圾安種奇怪。佢又因為一直係冇啲嘢嘛，伊唔是前面嘅就估嘅嘛。都被好大把你把燈應嘅冇啲嘢。OK，個能夠上一次個一個我講未講。你講一個你係咩？我就是講冇啦嘛。你特別即係特別坑過來喎，特別坑。我不過有個咋？個講啦，等我聽過特別坑我講喎。但我毛毛哥就會每日就咪嘅。你講你香啊？你去買香咧，你用掉。有啦，就是我想。你是講你香，就是你sage，你沙雞。係你沙雞啊？特別坑，你掉特別坑報告。你是特別坑嚇？係我嚟啊！少嚇。OK，特別坑講啦，毛毛哥講。OK，你話咧係講就你講少，講5分鐘，你直頭講緊導演講5分鐘啊！嚟，毛毛哥講聲啊，毛毛哥講聲啊。OK，毛毛哥講驚你被困了，人驚。OK，嚟毛毛哥講事。OK，但係就是牛狗講我搏滅你物件吼。
OK，原來咩吼，有冇都掉嘅。OK，recently 我捌到一間 auntie from KL 嘅啦，伊是執死屍嘅，即是講人 commit suicide，然後嗰時啲喺啲 area 有發生死人嘅事了，伊去做 cleaning 嘅。OK，即把之我家也伊個故事 ，OK，未必會使叫伊嚟講啦，伊特別伊福建話真差，伊是跟鄧尼嚟到 KL 做緊，啊，同見我講嘅呢是OK，咱我同見咱只係重點嘅咩嘛嚟攞點正4點正嘅，肯定嘛對唔對？然後4點正嘅咧。對，然後我 friend 伊度 regularly every weekend 有叫嘅攞嚟，然後攞嚟嚟做，然後一般一間攞間查某咧Indonesian 嘅啦。日本嚟做 quite regular 實際啦，然後八條即係我朋友了嘅，然後我朋友八伊了嘅，然後有一個 weekend 是伊過來，樣感覺就講，我 friend 講，咩事啷個人把酒掉掉，安尼款啊 ，OK，so OK，然後伊就 start 伊個 story 講咯，伊去我 Queen's Bay Mall 嗰邊有一間一塊水嘅真水嘅condo。高度 ，OK， OK， แล้วที่เป็นสิ่งที่น่าจะกูจะairline 是 friend ที่เป็นตัวแค่ crew 啦，แค่ crew 啦，แค่登山，แล้ว本時只係小三年 ，OK， 是講人小四姨大邊大，小四姨到呢邊嘅，然後咧有自己嘅事，即落嚟就冇加一個以 agent 嘅頭，即 agency 嘅 head 啦，3個人我去 clean 一個 unit 咯，แล้ว坐正大波，坐正落嚟搣起咯，一正大波是一陣啊，一部機器一隻食啦，一接起了，一捆門可以讓了 ，OK，4 jam 啊，你一直就走嘢啦，normally 伊是喺那邊順過啫，แล้วก็嚟係咪啊？แล้ว即係搣冇半工咯，即係是say kitchen。balcony 加living room 啦，แล้ว落嚟就接起say 3個房間咯。แล้วหมอเซ่ร้องไอ้คำก็แต่ก่อนร้องแต่ถ้าไปคิวเจริญตีหุยร้องคำว่าตัวตีตูบังเดียวเลยบินเนาะรู้สึกกันนะคะอันนั้นรู้สึกราคาตัวเลยสิฮ่าแล้ว one of the girl อีสิ plan 即是講อี set to clean 係你 living hall 嘅啦係你廳位嘅喺查某喺度คำว่าตัวอันนี้จะตีตูสีเดียวไว้บินแล้วอี度冇去插，依度啲清依邊咯，冇插伊。แล้ว依度突然啲叫啦，叫旁邊迄個伊 friend 出來講，有事冇事 ，OK， 但係講 OK 咧，伊講伊冇繼續啲洗 toilet master toilet 啦，咪 bedroom 啊，你聽就冇洗，冇跟你洗啦，好差唔多好啦，你咁話對講，安裝 sofa 會較有 stain。แล้วอีสเตนนี่สิ已經怪久แล้ว已經是色一直打上晒 like coffee stain อย่างในความแล้วรู้จักอย่าง做物件就是像給人喺燒開就會就刷了嘛แล้ว佢อีโซฟา是呢檔แล้วอี無法用迄個 mop 都去接起來邊會 mop OK แล้วอี度箍落去อี用手穿住去咯อี冇 mop rub 掉迄個แล้ว rub OK 啊冇事都好見 from 旁邊嘅查某 clean 好一個旁邊咧一行出來，都對伊叫迄查某的，叫外口嘅細聽迄查某，伊講如 OK， 一行出來時，伊看到諾基卡打掉伊家隻嘅，嚇，แล้ว就才講淡薄咯，แล้ว以前查某呢寫一個旁邊嘅度，慢慢叫一間。路有問題有物件哈，咱老人都參加有起疑心嘅哈，家己冇有起記冇配了嘅，哈，แล้ว走出去安尼看咯，走出去看啦，等伊 agent 對呢 something like that，แล้วagent 嘅頭家本無講係咪講亂到對接去，扣啲物件出來啦，就刷數啦，對呀，差唔多就好啦，一樣攞嚟就冇唔敢接去。แล้วบุคคลแล้วเชื่อแต่บอกกับเจ้าจีซิวเฮเลมออะไรเมียกันแล้วจิบแล้วตุ้ยเหี้ยแล้วโอเค back to
因為甲我嘅 friend 即間查某講啦，即間我呢講規條數是原來是安數了，一頓去了吼，以前Indonesian made 講了一頓去了冇留一間啲厝咯，冇對印度咯，Indonesia 咯，剩一間即是講聽好一間呢留掉 ，OK， 佢肯看到一度頓去 Indonesia holiday 啦，頓去買做了啦，something like that。แล้ว到尾啦，伊就講即間查某吼，對伊了都是袂好勢，規日定定學幾滴去怎啊咧？我再講啊，幾日先安尼款，啲邊是啥講話，未請安尼款，了嚇，所以嗱。原來做咩誒？伊人未拄着遐尼事誒，因為到尾甲發生即發現着講，即件事原來是有人在暗示。哦，嚇！แล้ว我即個朋友，但係我講，伊是啲掛啲 KL 甲人曲事嘅啊，伊本真係正物件講。咱特別你都去吹呢出咧，佢節嚟落音嘅事，咱嚟講。OK，當今嗬大片坑啊，但我只 guest 單只股啊，特別咧，人講無鬼告訴講嘅股，講嘅50幾分鐘差唔多10點鐘嘅，你會使叫這個對嚟講啊，是未必確定，咱落了這裡另外一個 topic 嘅時間對嚟講啊。佢節啦，等佢節。OK，拍攝。留咗啦，你那是無愛困過，嗱其實計落一個5分鐘嘅咯，但我講5分鐘啊，落個7點鐘去。OK，感謝各位聽眾，咱講到這邊先啦，下禮拜過來再見佢。OK，大家感謝。哎呦，當時講到咪講幾個什麼姐姐 ，OK， 感謝，拜。哎呦，死，拜拜。你再嚟試試下，我睇到試試下。我試試我。過來，一陣。未啊，我冇。安尼個大聲，OK，拜。